左员外，这门亲事就这样定了？定了，此次被交告辞。小姐，两相公想来了，你怎知的？我怎会不知？所以昨花请了个商人，昨花商人喜事来，喜事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应得你的喜事来了，今日美人我家来，为我将女儿亲自配，紫金盘带成龙须，我这衙门里多光彩。爹你将女儿终身配，天赐良缘称心为，弟呀不知你将儿配谁？他就是有人有事，太岁之子马文才。弟弟，女儿不配。门当户对，真是不配。女儿不嫁为何不嫁？啊！俺女儿是为弟弟终老一生。应得呀，为父也和尚杀得你离开谢下，怎能女大当家哦？弟弟，女儿年纪尚小，为父岂能误了儿的前程呢？女儿不愿。应得你哦，我明白了，你在杭州读书时期，莫非有心？你为小姐杭州读书上者做了些什么？小姐，明先，你谈是无法。讲。想是在杭州读书三载，遇见了快去2、3不相逢，你就进来隐隐不离，才是把你送别上庭，小姐问，小姐问亲口，喜气美。怪不得我好也想劝父亲，恰原来在外有了儿女情，美貌姻缘你不愿，你顾问我老母一片
是定亲，马家是又美又平又无名，两三辈他与我做家来联姻，情是一点不必动摇。小姐，小姐，应得，应得。启禀员外，贵计2、3百9件。贵计2、3百。好，命他进家事，有请梁相公。这等吧，小的拜见梁爷在请说，谢说。说真吧，小的冒昧登门，万望陈不大人接连。哪里，也在相是锣鼓欢声。俺是他的曹夫与陈不大人请安。不过，身边也往往应来也的梁相公，请用啥？宁心宁心弟弟，宁心妹妹，梁爷在远道而来，请到书房稍坐片刻，当面应对这件事来。被梁相公书房稍坐，不得怠慢。是啊，梁相公，请。你请去请小姐下人，是马叫他写来见我。是。应得一人马家贫，是马家媳妇，马家的人。谁知300有登门，良心不断，要留祸根。梁兄在哪里？梁兄在哪里？应得弟弟，梁300放你来了。梁兄在哪里？应得，我看你万事不见的好。
我与两兄弟积极拦动苍山贼，远道而来，岂可不见？应得，你已是马家的臣你娘，儿未曾岂不问婚姻大事，当有父母阻止？弟弟，你你女儿早定亲事，妩媚无凭，做事不端，与师母为媒，若双生为凭，与理无愧。应得，你弟，马家，你专营世家，把your门第，两家虽是平安，也是亲不成家。应得，你放肆！父女女，你不该不听父命。皇帝的是女儿才做母亲，此所为哪里？你岂能诚心？婚姻之下系官儿的终身。你啥个家马家有所门第？要女儿家马家，我怎难从命？应得，你大胆！山东时代内孤军，婚姻是铁经地，政府明示不软，门内有所成，瓦兵立法不用，你真做人。为父我平生万事一从你，这一转难以应得终身大事的儿媳，一将儿须马家，安难变更。好，好，您与三本有结拜之意，就用你一句。不过，你要好言相劝于他，叫他领去送你。来，谁有请两相公。是？哎呀，不要泪痕磨灭，有失礼数。哎呀，应得呀！你请两相公。应得，快来见顾梁爷噻。
结成结缘为，他与我现在与呀为，压定了日子乃更改。我只好设备你两眼在哪里？你从杭城到汉山，你不言怠慢就错，以为谢神吧，应得女三伯乃是结拜兄妹，你要好好宽待于他，才有本店怠慢。为母为了要争家规。送神吧。宁先被司局到里面细细一位，相公不可放肆。哎，司机哥哥，随我来。两兄爷，你我在杭城读书的时期，乃是弟兄相称。此间你已只闻当拜，我还是趁你年纪，还是你我在杭城读书的时间，我是女扮暖茶，你我离开弟兄相称，自己嘛不妨改成兄妹。爷爷妹两兄，这里不是讲话之处，请到小妹恕来消容。是此人好，两兄请。爷妹请。哦，还是爷妹先请。心
喜气匆匆来访君美，我只得强颜欢笑场。两兄，你我长林分水，别来可好？好啊！也没家具相比安生，他两兄之福也还好啊。两兄此来是路过，还是得到？与兄来特地到此，一来与陈伯大人请安，二来想望望你家舅妹。舅妹，哎，是啊哈，那一日见到大郎说你不哎，你在家与下句妹，长亭上面走你妹。兄日特地登门求亲来，两兄啊，你到居妹是哪一个？谁是小妹做姻配？与兄知道，就是也没两三杯与做一杯，先是姻缘配龙来，见他欢笑我心碎，他真是弟弟叫终身配。久别重逢应欢喜，你我离场走上面。两兄啊，我愿意肩上心事，又想明白。看那哎，你我之间还有什么话不能讲的？今世无法。两兄，何事？自从小妹比你归来，弟弟做此已将小妹的终身。总岁许配。
兄啊，难道你小妹心意常不知？母亲愿嫁与满家。爷们啊，我与你三毛还是情义在，我心中只有你做应的。你父亲出自须马家，就该花马亲自开。我也曾千方百计把亲推，我也曾全心马家骗我，才是弟弟见了我女亲，不肯把马家请来。哦，你我不肯把情抬，我两家花轿进来呗。唐人请来老师母，做家庭场说起来，凭我就是肉酸菜，紧紧藏在绣柜内，用的肉酸菜难道不能不去配？我的肉酸菜，我的白银陈上回，妻子你我是错子，我曾当他是平妹啊，总算是无人当他是平妹。我与你生死两相猜，两兄洛阳先生远堂当他哥，头顶长子金牙哎，就当你不尊为他不该，前面不读了婚姻万大财，再讲那长子亲人的马女人，我的爱妻给予财，某一张长子金牙内，靠着为国之情真，这个龙来不开。两兄你句句此心话，小妹诚心
两兄啊，两门比你担钉子，打发老母自往啊在，不应得此生一无望，两兄你另娶做女，我哪怕九天仙女多多哎。两兄你陪你到万岁，小妹不愿可我为两陪谁最亲？想不到我的嘞他嫂子居一杯。相亲。
我是一片真心托下来，可见得比作鸳鸯成双对，可见得牛郎织女把恰交为，可见情从上上来照应，可见得观音堂前大堂北，午夜曾泪下平安哟酸菜，我是被托师母做他妹，养了像我自己乞巧才，我也曾临命亲口许去。我知否有情人终难成眷，想不到美满姻缘了，岔开。两兄啊，我与你两兄难成对，弟弟是赢了马家妹，我与你两兄难成婚，弟弟收了马家聘，我与你两兄难成缘啊，弟弟赢过马家走，两兄啊，弟弟此命不能为马家地。
越修就多有问题，你可知我问你，一路上帮到河里，
三杯，两兄弟红孩儿子开两回，那红笔开朝做银台，黑的开啥你两我与你三间夫妻不能配，两兄啊，不在是要与你同。兄告辞了，两兄杨小妹来送你一餐。四舅，母亲回来了没有？晚上我没有回来呢。相公，哦，晚上回来了。晚上，三杯，三杯，三杯，母亲，你回来了，不是应待他来不来啊？他不来吗？母亲，你可曾带他演讲？三宝别无他救，这就见他一面三师傅。哦，三伯，为娘也是如此失累，怎能应待他？他叫为娘带来一封私信，他说你看了，就会明白了。太儿快来！母亲带回一袋信，送信上面一
门子些，他把我自在月台回，应该呀，可怜我开关相思从平，可怜你要想去虽不能来。三伯，你看，这这是去把菩提牛酸菜，当初是应该是送妹，当时今应愿一家犯错伤。三伯，无天往事成双对。三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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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母亲，应得一到马家围，看来儿命不尽。三伯，娘啊！还有从夜悲痛。杭城读书三常在，十指弯为两家争光辉。谁知道为了应得呀女送人起兵难挽回，娘啊娘，唐诗儿归往前路，儿的娘身体虚实哎。
家身上离分啊悲，离分悲，离分悲，红海何时开两块？红地开上中银台，黑地开上两三杯。何与他生前不能夫妻配，何时要与他同啊为对呀，今早记得并良辰，马家才叫门前的祖亲归去。你来到分得园林，请上门。四则光景，你不上轿，岂不要叫为父？昔日夫人何时人？作家名声为一代，方圆法理存孝兵，应得鸟戏羽毛神系列，你教为母。有我一年伺候下葬，真生恩重人。
马家，还不是为了你吗？小姐，子敬，你要心思面我你真是气上你，把大老母了。弟弟，女儿一中就死。好，一中就好，一中就好。弟弟，你要女儿上轿，要一孩一早。好，弟弟今儿上轿，女儿也是来就肯。哎呀，叫贤良站到沙灯，叫儿三千真宁定，杂花轿前往扶轿阵，因得要把一束帛去寄两兄们啊！你放肆！今日马家来聆听，张能去的上门。头上弟弟不答应，要儿长久还不能。好，为父依你就是。不过你要外面彩虹，里面杂八，基本之后，说到马家交拜天地，说回来，不得有风。弟弟，女儿拜别了。小姐来此入轿阵，请小姐出轿。两兄
天强你可好吧？泪滴一笔，才用家臣思路远难老，两兄啊，才知当天从城远成家，才知晓西家里叫我呀叫。才知王三小官的来人去，才知晓地道人我最多下家，才知我桃花轿到你家，才知晓我派一送